今日黄主角传出讲是非法色情网站的高级会员，买过真侪出未成年的影片。调查立委今仔嘛开记者会，强调讲以上性拍摄是完全无法度接受的，嘛提议讲应该按修法来提悬刑责。在一个检方第一个人黄主角个人的硬碟内底，发现有藏上百个本雅影片的档案，其中7个影片还佫涉及偷翕未成年，引起社会议论。早起几个民进党立委甲妇女救援基金会共同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制作者、买的人甲持有者的非法性影像的，拢是加害者，应该修法加重罚则。目前到底谁管网络？今天为什么黄子佼会持有？这个论坛已经在台湾经营10年了。那在111年的时候，曾经被断网3个月，可是又是死灰复燃。这样的影像被购买跟曝光的时候，影响它非常大哈，有可能是影响身心的状况，有急性压力。就学部分，学校的人只要知道同学网络就公审他哈。事实上，去年政府才征收性暴力防治司法，其中伫儿童甲少年性拍摄防治条例内底第39条的规范，无正当理由持有时效性影像，相当会当判1年有期徒刑、拘役、歇考或者是变考3万块以上30万以下罚金。不过，调查立委拢认为讲应该提悬相关的刑责。7部是未成年性影像，这样子只被判缓起诉2年，罚120万，以及1200字悔过书哦。那以对方的财力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根本完全没有吓阻作用。我看1支、看2支、看3支、看10支，它的记韵都差不多，好，危害性都没有很大，所以法院在量刑上面显然是让这些购买的人也认为自己不会付出太高的代价。另外，民众党团嘛希望会当建立儿少侵害案件的资料库，对防治工作有帮助，而且会在1礼拜内召开公听会，收集各界意见，了解国内对儿少性拍摄议题实际上面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